肩臂後轉。接住上一式，兩隻手臂帶動膊頭向後轉動，每轉一圈為2拍，兩個8拍為完整動作。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以下落嚟，我哋重複第8同埋第9式嘅動作。預備開始，肩臂前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肩臂後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以上兩式都係透過肩向前後轉動嚟活動一下肩關節。第10式拉拳屈膝，眼向前平望，兩手屈踭，胸前握拳，拳心向下，拳向兩邊拉開嗰陣屈膝，還原嗰陣起立。拉拳一次為2拍，兩個8拍為完整動作。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1式雙掌下拍。接住上一式，拳變掌，掌心向下，指尖相對，雙手用腕力向下拍嗰陣，微微屈膝，返回原位嗰陣起立。雙掌下拍一次為1拍，兩個8拍為完整動作。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2式展翅飛翔。接住上一式，眼向前望，兩臂外展，雙手喺兩側平舉，兩手下拍嗰陣微微屈膝，返回原位嗰陣起立。雙手下拍一次為1拍，兩個8拍為完整動作。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3式托掌屈膝。接住上一式，屈踭反掌，兩手放喺頸側，伸臂托掌嗰陣屈膝，雙掌收回原位嗰陣起立。托掌屈膝一次為2拍，兩個8拍為完整動作。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透過以上4式嘅動作，可以幫助我哋去鍛鍊膝、手腕同埋肩嘅關節。以下落嚟，我哋重複第10至第13式嘅完整動作。預備開始，拉拳屈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雙掌下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展翅飛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
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托掌屈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4式。